个人在地前来看台中的大道举办着原住民甲汉族的原汉联欢的活动。若有原住民传统的拍火石取火仪式，阁有早期囡仔耍的体验。希望这原住民甲汉族的朋友会当互相理解、互相体谅。 朋友利用传统的炮火石顺利起火，因点礼炮甲保港族群的传统仪式做结合，除了希望互祖先的智慧会当流传落来，有少年辈朋友会当互相理解。我不可以让我的孩子不了解、不明白汉人的文化。 以及原住民的文化。大道区这部里和二泉社区有真侪原住民的朋友住伫咧这架车，为了和保港的族群博团、地龙市原住民关怀协会和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原汉联欢活动。有射击比赛、台湾早期的动员体验，有原住民去蒙古寮的比赛。那也让我们一般社区好朋友来参与，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他们原住民的生活还有特色。现场有保港族群的特色美食，希望透过活动举办，让新一代原住民会让对多元文化食材更加了解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